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5月20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4.2亿余元。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66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826亿元。实际上，进入执行阶段的这个金额远远不止这个数它这个一般到了半年6个月的时候它自动就结案，也就不执行了。等到以后有线索再恢复执行。总之这个恒大是已经翻不了身了5月21日消息，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达4.86亿元，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这个宝能也静悄悄的累积了1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已经超过526亿元。该公司还面临多条限制消费令，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有多个中本案件信息。这个宝能是姚老板的这个姚老板现在可以说是酸爽。姚老板应该是6、7年前吧，本来打算拿下这个万科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姚老板拿下了万科，那什么概念？我倒是觉得姚老板如果拿下万科，这对韭菜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现在是拿大头的钱去救万科对吧？现在深圳国资委深圳地铁现在对万科要施救嘛，那是大头的钱姚老板去跟万科搞到一起，他爱怎么整怎么整，但是他募集来的钱是私人的钱，他愿意花大头的钱，不心疼姚老板如果拿下万科，那恐怕爆得更彻底爆得更壮烈，但那是私人的钱就跟这个恒大碧桂园一样嘛，对吧？那什么自己的股权跟这个融创也一样，它是私人公司这里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金科股份。今天有媒体报道金科1470亿元债务一键清零，房地产最大重整案获批，背后争议不断。这个我们在以前也介绍过因为它这个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信息是零零碎碎的。这个金科股份重整计划，它的那个那公告是能查到的，它重整方案也能查到，但是我是不愿意去看的，我手头有什么资料我就看什么资料。那这个金科股份重整有哪些争议呢？首先一个就是清偿率太低。经历3年多的财务困境后，金科股份终于迈出了重生的关键一步，这场房地产化债大戏终于迈入了新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也给其他正陷入债务困境的地产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路径。相较于破产清算100万债权清偿率最低仅为1折的重整方案，让债权人感到味同嚼蜡。具体清偿方案在后续执行过程中仍面临多重考验。此外，在近年来深陷债务泥潭以及公司去年净利润亏损300多亿的困境下，财报显示金科股份多位高管年薪依然超过100万，引发市场及债权人广泛质疑。2024年5月，金科股份重整管理人开展债权审查、资产评估以及重整草案制定等工作，并向社会公开招募潜在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同年11月，上海品汽和北京天律联合体中选金科股份重整产业投资人。随后，金科又引入中国长城资产、四川发展证券基金等产业投资人，至此形成优质资本加央企 AMC 再加地方国企的投资组合。而这场涉及1000亿级债务手术，仅靠26.28亿元战略投资款便实现了杠杆撬动。我理解的也就是这么多又是什么上海品汽，又是北京天律联合体，再加上中国长城资产，这是央企四川发展证券基金，这是地方的国企，联合起来一共只投入26个亿。这是活的血，就拿了这么多血进来输血，把这个金科股份给救活。而这个金科股份涉及债务呢是1470亿，杯水车薪那就意味着金科股份那些债权就得给他做这个瘦身的手术金科股份的重整计划在重整状态下，按照重整计划确定的债权清偿方案，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获得全额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将在担保物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就是这块
地押给你了，这块地如果你的债权是1个亿，这块地卖了8000万，那这8000万给你，你还有2000万呢，那就变成普通债权。如果这块地卖了1.2个亿，那是对吧？这个1个亿给你，还那2000万呢，它就变成那个破产财产，给其他的债权人分，就这么一个逻辑啊。那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和5万元以下的普通债权获得100%清偿。你看啊，大家记住了啊，破产的时候，职工债权、税款债权这些是要优先受偿的，要给它全部付完。然后这个普通债权里面，它要分3、6、9等了。什么叫3、6、9等呢？就是所有的债权人，你先拿5万啊。如果你的债权就4万，那就给你4万。如果你的债权是1个亿，那你也先拿5万。大家记得吗？这一幕不就是那个什么嘛，对吧？那个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啊，清偿方案就这个逻辑啊。他是一个人先发10万，再发20万，后来是发50万，50万以内的全解决了，50万以上的解决50万，就这么个逻辑啊。那这个金科股份是普通债权5万以下的全解决，5万以上的也只解决5万，先解决5万，然后债权金额为100万元的普通债权，预计啊是清偿22%，那也就是说你100万债权，你能拿22万回去。这是金科股份的，它的子公司重庆金科呢，那就更惨了，债权金额100万元的普通债权首次分配综合清偿率是11.6%，也就是100万给你不到12万拿回去。今年2月，金科股份与重庆金科曾分别召开重整计划的第2次债权人会议，其中重庆金科重整计划并没有得到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通过。当时反对声音主要是债权人认为重庆金科给出的清偿率实在太低。随后经过多轮博弈，债权人考虑到始终拒绝重整方案，法院可以强裁，最终无奈接受了这份清偿协议。这个说法不对啊，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你要不认可这个方案，你就应该投反对票，就让法院强裁。一般的法院是不会强裁的，因为法院也不想惹麻烦，法院最希望是你们自己达成协议了，你们自己同意的，我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对吧？你们的表决通过了，我出个裁定书，法院谁会愿意把这炸弹往自己家爆啊？这个我觉得啊，实际上是债权人呢，他担心重整不通过变成破产清算，那就他11%都拿不到，那个清偿率恐怕只有几，就是100万你能拿回来1万2万就不错了啊，这叫破产清算。也就是这个在这博弈过程中啊，债权人觉得没办法，11万就11万吧，总比拿1、2万要强。你看，这意味着对于债权人而言，同意重整虽然无法获得全额清偿，但相较于破产清算能减少一部分损失。当然，即便这个清偿啊，也不是给你钱，说你100万债权给你发12万，你走人吧，不是这样的啊。这12万也是测算出来的，他把你一部分给你股票，债就转成股了，还有一部分呢，把你变成公益债权，就变成什么信托啊、受益权。因为这个金科还很多资产呢，那资产在出租，那不好处理，然后就指着那资产啊，以后能下蛋，有收益给你分啊，你的份额是多少？一年给你分1800块钱，分个10几年、20年，就等着吧，变成信托受益权。所以说你要拿回来现金也挺难的，就这10几万啊，但恐怕也只能拿回来一小部分现金。但是这个说实话比那个破产清算呢还是要稍微好点，所以就是扛了2轮之后，他只好通过。你不通过，那法院就宣布破产清算。这个是按照破产法来的啊，所以法院不担责任，是你们自己没讨论好，没有协商一致。我按照破产法给你们来个破产清算，法院不可能强裁说，你得接受这个11%的清偿率，他那个不是法院的事啊，法院才不管你这个呢。清偿率多少是你们自己谈的，对吧？是根据破产财产，然后再根据这个刚才说的那个4个这个叫财务投资者啊，你拿多少钱出来？他一共才拿26个亿来撬动1400亿的债务。不过我始终认为啊，他这个金科股份破产重组成功叫重生，但是目前对吧，房地产低迷，楼市这个样子，那个金科股份真的能重生吗？他现在是轻装上阵啊，那1470亿债就没了啊，你不能再跟他要了。问题是，那你还得盖房子卖呀，你盖房子卖得掉吗？你还得在房地产行业里面刨食啊，这房地产行业有发展吗？你拼得过这个什么保利啊、什么中海吗？那央企。所以说金科股份所谓的重生啊，也这是暂时的。接下来啊，考验是一个接一个。我们再看啊，这个喉舌啊之间打起来了，这个非常罕见啊，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为什么打起来呢？就是因为彭博社的一篇小作文。这个彭博社不是传言
言吗？说咱们以后要现房销售，对吧？这个预售制啊也改成现房销售。后来这个作为住建部下面的媒体啊，叫中国房地产报，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是说啊，这个现房销售在各个省各个地区早就推了，现房销售已经有一定的比例都是现房销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现在要一刀切，对吧？要搞现房销售，这个条件不成熟，就是作为住建部下面的媒体啊，这个相当于辟谣了，认为现在搞现房销售啊，这个不成熟，有点操之过急，这个意思啊，大家可以找这个文章看一看。那今天的这个经济日报啊，也是喉舌啊，今天发文啊，说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你看看，对吧？住建部下面媒体说啊，现在条件不成熟，经济日报说啊，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明显呢，两个有点唱对台戏的意思了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最近河南省信阳市发布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要求新出让土地开发的商品房一律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成为当前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自从我国住房市场改革以来，新建住房销售主要实行的是商品房预售制。今天大家已经习惯了房子还在建设中，只是到售楼处看楼盘模型、样板间，听取售楼人员的介绍，就确定下来购买某一套住房。过去20-30年，我国处于住房短缺阶段，商品房预售制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其弊端也一直被诟病。近年来，很多城市积极试点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销售模式会大规模推广吗？实行现房销售获益最大的是购房者。商品房预售制让房地产企业快速回笼资金，显著提升开发效率，成为房地产行业大规模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预售制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购房者买的是期房，先交钱后收房。有人说啊，商品房预售制是房屋建造质量不高的根源。尽管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有购房合同，对于开发商而言，钱已到手，他们自然缺乏足够动力精雕细琢提升房屋品质。现房销售倒逼房企必须注重房屋质量，建造更多好房子。总之啊，经济日报是提倡啊要现房销售。这个怎么说呢？经济日报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啊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为这个住建部下面的媒体啊，相对来说对房地产稍微专业一点，所以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你这个时候要搞现房销售，实际上就是让那个正在 ICU 病房抢救的那些房企啊都赶紧爆雷。第二个，要么就是增加了这个建房子成本啊，这个成本看谁承担，是开发商承担呢，还是买房人承担？如果买房人承担，那就是房价还要涨；如果开发商承担，那开发商就又是这个利润就薄了，要赔钱。因为开发商你得把房子盖好再卖啊，他就得融资啊，找钱啊，那这个都有资金成本。我们再看看最近这2天网上流传的就是南京有一个楼盘大门被那个业主给堵上了。为什么堵？就是业主维权呢，就是这个开发商私自降价售房，结果老业主不干了。大家看视频啊。昨天发的关于中海关江粤暴力降价清盘、恶意扰乱市场经济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的人对我们老业主冷嘲热讽，有的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首先，你真的没有必要嘲笑我们，乱世之下安有完卵，大家都在南京，在其他城市的我暂且不论。那么南京现在的市场是这个情况，下次可能就轮到你了。他恶意降价，扰乱了整个市场经济，请问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好处？是能促进生育，还是能促进消费？那么南京整个经济情况就是下行的。另外，有的人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你错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是社会主义性质下的。你中海，你的销售策略刚开始就走错了。如果你刚开始一把头的都是平均在比如说2.9万怎么样的，那很多人刚开始就会去买了，就不至于从表价3.6万到现在2.2万。那你现在恶意降价，你就会扰乱周边的市场，你也会使得整个房地产人心惶惶的。最后我要说的补偿，我们要求补偿也是有理由的，尤其是我们22年、23年买的那批业主。大家可以看到，李嘉诚在北京有一批房产，然后要清盘，最后清盘的时候是打7折，那老业主肯定也不开心啊。李嘉诚就给老业主有100万左右的补偿，我们呢不指望你有100万的补偿，那你至少你也要表示一下吧。可是你们中海就想赶紧卖完清盘，拍屁股走人，所以你们是有良心的企业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
老业主，这个他说的也很有意思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你开发商不能降价。第二个呢，他这个似乎啊给这个超人在做广告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这么一对比，你发现很多人骂超人。是不是有点骂冤了，对吧？香港的大公报组织好几篇文章，对吧？来攻击超人，国内也有很多人骂超人。但是你想想，人家超人做事，你看着不顺眼，那纯粹是叫羡慕、嫉妒、恨。人家这个在北京的玉翠园，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对吧？人家7折卖房，前面老业主每个人有补偿，对吧？你去年买的给你补，哎，你这么一比较，你发现这个超人确实招人恨，不黑他黑谁呢？不过啊，这个女网友说的，你既合理也不合理。合理的部分是什么呢？对吧？那就是当初啊，这个开发商跟你卖房的时候，他有没有承诺保价？也就是开发商自己不降价，对吧？只有市场上他降了，那开发商没办法，对吧？他不会主动降价销售。首先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一种承诺。合理的部分就是说，哎，他们也想得到一些补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开发商去谈。不合理的部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买房子你也得自担风险。恒大暴雷以后啊，这个楼市就岌岌可危，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个时候你还要去买，对吧？说好听点，你是为国接盘，对吧？你是稳定这个房地产市场。那既然你稳定，那你得负责任呢，你自己承担呢。跌了你也不干。换种说法，如果房价涨了，你还给开发商补钱吗？你会倒找钱给开发商吗？所以说啊，你在这个恒大暴雷以后，你自己心甘情愿的被中介一忽悠，被开发商一忽悠，被媒体一忽悠，你跑去买房，你自己的承担呢，风险自担。所以我倒是觉得啊，如果这个开发商他没有保价协议，他没有什么保价的承诺，那你去闹事也没什么用啊，政府啊也没法管，最后政府也只能和稀泥呀，你打官司也打不赢，是吧？你老是这么闹，老是去堵门，最后这有关部门会找你的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媒体报道啊，这个叫观点新媒体，它今天有个报道叫16个内地城市写字楼样本显示，月平均租金单价每平米为200元。咱们一直说啊，这个写字楼的情况直接反映的就是就业。如果一线城市啊写字楼现在企稳回升，租金涨了，空置率下降，那么这个说明啊就业市场就好了。就业市场好了，那说明房价就稳住啊，就为时不远了。如果这个写字楼空置率还在上升，租金还在下降，你说明就业市场不好。就业市场不好，你说这个楼市能稳住，这恐怕都是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写字楼的这个情况。2025年5月20号，这个表现力指数2025商办资产运营报告正式发布。根据这个报告啊，说尽管部分城市写字楼租赁需求显现复苏迹象，但受高供应压力、企业降本增效等因素影响，市场租金如空置率仍未企稳。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自2022年 Q1 起持续下滑，2024年各季度环比、同比均下降趋势，也就是稳步在下降，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低啊。2025年 Q1 就第一季度，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降至170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滑15%，就是2025年第一季度比去年下降15%，环比下降4%。你看这个跌幅还加大了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城租金环比跌幅在2.8%至5.2%区间，这一线城市同比环比都在下降。这个市场供需失衡是租金下行主因。过去几年写字楼集中交付，而企业办公需求因经济增速放缓、行业遇冷及降本增效策略收缩叠加远程办公、共享办公模式冲击，导致供大于求局面加剧。若供需关系无明显改善，租金或将持续走低，业主方可能通过降价、延长免租期等手段争夺租户。如果市场供需关系没有明显改善，经济环境和企业策略延续下行态势，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大概率将持续下跌。业主方为争夺有限的租户资源，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租金、延长免租期或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以提升自身项目竞争力。截至2024年末，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等重点城市16个中国内地写字楼样本项目，其租金单价为200元每平米每月。相较于2024年6月末，该租金单价下降了3%，于2023年末下
相比降幅为 4.34%， 无论是半年还是跨年度对比，租金单价降幅均较为明显。写字楼租赁市场需求端动力不足，供大于求局面未得到有效改善。在重点城市中，北京写字楼样本项目平均租金单价最高，上海次之。从这个报告看啊，即便到了2025年1季度，写字楼的空置率还在上升，写字楼租金还在下降，那就说明啊，就业状况比较堪忧的。我一直举例子啊，2000几年，大概是03、04啊、05年那个样子，我在国贸那儿上班，那国贸那地方写字楼本来就贵，就那样啊，那写字楼根本就你都租不到。那个公司啊，因为各个公司扩张太快，对吧？你本来招200人，结果一下因为业务发展的快啊，要招400人，让那个你的办公区域就要扩大。但是那时候写字楼少，所以这个那公司的老板啊什么的就赶紧找那个物业的，哎，跟人家说好话，你得想办法，只要有人搬走，立马给我扣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啊，哪像现在呢？现在你公司一般都是整租嘛，对吧？3层楼或者4层楼，整个都是你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大家抢得太厉害了，所以说变成我们公司啊，3层有几个办公室，5层有几个办公室，6层有几个办公室，10层有几个办公室，都是这样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写字楼市场多么火，那是国贸地区啊，那个你只要有一家搬走，立马那个房子马上无缝衔接啊，因为公司都在里面预定了，有的公司实在受不了，他跑到别的地方找楼去了，找整层或者是独立的办公楼。现在反过来了啊，现在你去看很多地方写字楼，比如说万达的那个写字楼啊，里面都是空的，你要进去有的一层一层的是拿那个你感觉好像在装修，那个挡板挡着的，实际上就是空置，租不出去。所以你就知道就业市场。以望京为例，对吧？望京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好像据说有30万韩国人了，还是10万了，反正总之非常多啊。你万京你走错路都是韩国人，完了这个那写字楼里面都是韩国公司特别多，现在都搬走了，没了，上哪儿找工作去呢？所以说啊，哪一天如果看到说这个写字楼市场稳了，租金不再降了，然后这个空置率下降，哎，这就说明就业稳住了。你就业稳住了，那才能谈得上啊，说楼市能稳住啊，这一天恐怕还早着呢。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